closing 嘅時候，個客同你講話要比較下先，唔使怯。一係咧佢就唔識嘢，一係就聽唔明你講緊乜嘢嘅啫。同處理其他異議嘅方式一樣，首先你要確認咧，佢真係想要比較下先啦，定係佢只係求其揾個藉口去推搪你。如果個客一味淨係話要比較下先，但係咧又冇問你一啲產品仔細嘅內容啦，又或者價格嘅問題咧，基本上咧佢都係只係 hea 你嘅啫。咁呢個時候咧，你就可以咧求其講下啲產品嘅嘢，係咪因為呢個問題，因為嗰個問題，又或者啲價格問題係咩價錢問題啊？等佢咧自己爆肚講出真正嗰個意義咧，你先至對症下藥去處理。咁如果佢真係想要比較下先嘅話咧，以下教你3招，令到佢即刻可以下到決定。第一招咧就係要話俾佢聽咧，呢樣嘢係需要專業嘅知識嘅。咁你可以咧詐傻扮懵咁問佢啊，其實你係咪讀過相關嘅一啲知識啊？基本上你都係知佢冇，你先咁問㗎啦。然之後咧就靜心咧等佢講出嗰個冇字，然之後再話俾佢聽咧啊，其實我咧都喺呢個行業浸淫咗好多年，同埋讀咗好多相關嘅知識，我先識比較㗎啦。再情所勒索佢，話佢聽咧啊，我咧已經幫你揀得最好㗎啦，除非你唔信我啦。第二個方向咧就係要話俾佢聽咧，佢要比較嘅話要花好多嘅時間。你可以一輪嘴同佢講好多 competitor 嘅名或者產品嘅名，令佢覺得咧佢要花好多時間先可以認識得到。然之後再話俾佢聽咧，如果你要了解晒咁多嘅話，用咁長嘅時間，有機會咧會令佢丟失咗一個最好嘅購買時機。話俾佢聽咧，其實購買係需要有迫切性嘅。第三個方向咧就係話俾佢聽咧，其實呢個行業咧產品嘅差異性已經好低，基本上產品已經去到標準化，最大嘅差異咧就係服務。你係咪覺得我嘅服務對你唔好先？其實咧3招咧都係圍繞住好溫柔咁樣咧，同佢講你識條鐵咩？你有好多時間咩？又或者你係咪唔信我先？當然啦，就係你喺個銷售嘅過程中，前端已經建立咗好好嘅信任同埋關係。而我呢個 channel 咧就會繼續去分享點樣令你咧可以極速同客戶建立信任同埋關係嘅。追蹤我哋，繼續睇埋其他片啦。